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都會大學嘅物理治療學生 Frankie。我想同大家分享點樣用阻力帶安全有效咁樣進行簡單肌力訓練，同時保護關節。使用阻力帶嘅時候有兩個重要概念。第一，要揀適合自己能力嘅阻力，拉嘅時候要有用力嘅感覺，但係唔使用晒全身力量，以致無法拉動。第二，動作要慢同埋受控，成個過程都要保持肌肉發力，避免阻力帶急速回彈。以下我會示範幾個基本同埋常用嘅動作。腰背挺直，膊頭唔好縮起，雙手打開，打開之後保持1至2秒，正常呼吸，唔好閉氣，5下為一組，做2至3組。一隻手保持腰間，另一隻手斜向上拉，用力嘅時候正常呼吸，唔好閉氣，拉到最高嘅時候保持1至2秒，做5下，之後轉另一隻手，再做5下，為之一組，做2至3組。手踭保持垂直90度，手踭要貼實身體，腰背挺直，眼望前方，慢慢向外打開，唔好縮膊頭。打開之後保持1至2秒。5下為一組，做2至3組。建議進行動作時着鞋，將阻力帶放鞋底之後抬起腳，慢慢向前伸直隻腳，好似踩腳咁。踩直腳後保持1至2秒，重複5下為一組，跟住轉另一隻腳，同樣地做5下，做2至3組。將阻力帶綁喺腳腕上方，扶住牆邊，慢慢向外踢。向外踢後保持1至2秒，重複5下為一組，跟住轉另一隻腳，同樣地做5下，做2至3組。阻力帶只係工具，最重要係漸進式訓練。你可以由今日開始，每個星期揀2至3日，用阻力帶做幾個簡單嘅動作，慢慢建立肌力，同時保護關節。做嘅時候記住保持自然呼吸，唔好閉氣。你可以覺得攰同埋有用力，但係唔應該感覺到刺痛。如果有任何不適，就應該即刻停低檢查動作或者減輕阻力。加油！